北港农工呢，因应呢我们现在整个AI 人工智慧新兴科技的一些发展，那我们希望说以这个学校是以农业为主的一个学校，我们希望说能够把一些新的智慧农业的这个概念呢带到学校校园的课程里面来。所以呢，我们在新兴科技跟高中从农专案这样的一个计划里面，我们就发展了这个无人机它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课程，让孩子呢能够了解呢无人机呢在我们整个智慧农业里面运用的一个环节里面它所占有的一个地位。好，那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刚开始呢，我们就先邀请业师进来，让孩子来了解。那未来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们会渐渐的呢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加到呢其他的课程里面，包括未来孩子他们如果想要以这个智慧农业为这个为主的一个发展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呢辅导他们考照因为无人机未来呢它需要有证照的部分呢，它才能够呢从事呢它这个无人机的一个飞行。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北港农工呢因应现在整个社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呢所带进来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课程。那每一次就是可以栽种16公升的药液，那每一次的作业时间大概是15分钟左右。那它一次我们的工作的田区大概可以6到7分地左右。那以现在来说，它搭配的是6个喷嘴，那所以它的一次可以喷洒出来药液量跟均匀度，相对于我们传统4个喷嘴来说是比较好的。那这6个喷嘴，我们可以依照我们不同的就是作物的生长状况跟我们的环境需求去做更改。那我们可以更改喷嘴的颗粒度，那以及它的宽幅，或者是它喷出来的药液的形状。那我们最传统的话，我们都是主要是用扇形的喷嘴为主。那如果是喷洒果树的话，我们就可以换成中空圆形的，那加强它的穿透性，来达到更好的无人机那个喷洒的效益。水稻像是火龙果。那或者是一些我们一般人工在喷洒比较不方便的，像是一些芋头之类的一些水生作物，我们都可以借由植保机来达成。那它用那个荷尔蒙用在空拍机上面，会吸引其他蜜蜂一起过来，因为有一种味道会吸引蜜蜂跟着那空拍机一起走。入到了无人机才有这个想法。